咱三个做伙来祈祷。至圣的天父上帝，阮今仔日选读《列王记》下卷第5章第1节到14节的圣经的经文，要三个做伙来学习信仰的功课。恳求信神上帝甲阮同在，开启阮的目睭，通看出你教示的美妙，帮助阮有听有去行，成就阮人生的利益。阮安尼祈祷，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咱属灵教会各位兄姐，大家平安。今仔日咱伫即个主日三甲主日那我认为伫即个主日礼拜中间有2项真要紧的代志，是咱会当学习甲得到的。头一项就是伫上帝圣会来享受敬拜上帝的喜乐那第2项就是三个通过圣经的教示来学习信仰的功课。我今日选读的这段列王记下卷第5章第1节到14节，这段圣经的经文是咱真侪基督徒拢真熟悉一段圣经的经文，包括咱主日学小朋友爸爸拢听过这个乃縵将军的这个故事那这个圣经的经文内面有讲到讲，这个阿兰国那这个阿兰国就相当是咱即摆这个叙利亚这个一带这个所在。那这个国家内面有一个大将军，真够小台，叫做乃縵真受到这个阿兰王的这个器重总是这个英雄伊有一个有一个缺陷，就是讲带着一个当时袂当医治的啥物，医治的绝症就是咱伫圣经内面常常在读的叫做太高病太高病那圣经是无写讲伊带着太高病有互伊真痛苦无但是若是照讲伊的即个查囡仔讲可袂得讲伊的主人会当得到医治应该是讲乃縵有为着即个太高病安怎，应该是真受苦那我家己在读圣经的时阵我是有一个疑问到即马我是还袂理清楚那在读即个圣经的时阵也是讲伫新耶稣迄个时代带着太高病的人是袂当伫社群的中间，甲人做伙安怎斗阵生活因为迄是一种传染病但是乃縵将军哪会当伫即个社群的中间甲人斗阵而且会当甲王也是个用娶某即个查囡仔遮尔斗阵那所以我就也袂理解讲为虾米乃縵甲一般带着太高病的人也待遇不一样因为我读圣经看到是讲你带着太高病，这是一个传染病真远的所在你就爱甲人隔离甚至你爱离开即个人群的中间，家己去旷野的所在简单来讲就是自生自灭但是乃縵将军会当伫遮安尼甲大家斗阵生活。那我唯一目前会当解说就是讲，伊真正是安那战功彪炳是讲伊真正真够小台所以即个阿兰王安怎真器重伊所以互伊会当伫个人群的中间甲人斗阵那即个圣经的故事内面讲到讲。即个乃縵将军去烧战的时阵咧以色列地安怎掠到一个查某囡仔转来掠转来安怎，互伊的太太来做即个啥物，做女婢来侍奉伊的即个太太。那圣经甲咱讲即个女婢知影讲，即个乃縵将军带着即个太高病所以伊应该是有看到讲伊即个主人安怎受苦的一面所以即个查干者安尼讲安怎，可袂得讲即个主人会当去以色列地找先知互先知安怎来甲伊安怎来甲伊医好那即句话通过伊的太太甲乃縵将军讲嘛甲即个阿兰王即个国王来讲那即个阿兰王听了安怎嘛欢喜嘛因为我的大将军即个病若是会当安怎得到医好伊毋若生活会当较好势，过来就是讲若要甲对敌相台的时阵应该是安怎，搁较有战力嘛所以即个阿兰王听见讲伫以色列地有先知会当医好乃縵的即个太高病所以伊嘛真热心安怎要帮助即个乃縵将军，所以伊就主动写一张批安怎，互即个乃縵将军会当带到以色列地交代互即个以色列王看到即张批安怎
来帮助即个乃曼将军安怎来医好伊的即个胎膏病啊所以对遮咱张长老带咱读圣经的时阵我毋知咱有注意到无？就是讲，即个亚兰王即个阿兰王写一张批爱即个乃曼将军早去互伊那即个以色列王即张批读了后伊的反应是安怎？伊的反应是安怎？有人咧比安尼讲拆离伊的衫嘛咱咧读圣经什么情形以色列人会拆离伊的衫？拄着啥物？真大的代志，譬如讲约伯，对无拆离伊的衫，还是讲啦，拄着即个国家安怎？拄着真大的困难的时阵拆离伊的衫，有诶过会安怎？甲即个恢复安怎？也伫头壳顶所以伫以色列人的风俗中间就是安怎，拄着真大的困难，还是讲真大的挑战安怎，伊会甲伊的衫安怎，甲伊拆离嘛那除了甲伊的衫拆离以外那以色列王的反应是啥物？其实我是真鼓励恁看圣经，莫看外面因为咱是做伙要来学习信仰的功课嘛所以除了甲衫拆离以外即个以色列王佫讲啥嘿？伊讲啥嘿？伊讲即箍挑工的啦，我即嘛是用我的话讲啦挑工的啦。伊讲我敢是上帝，我敢是上帝我会当互人坏人互死吗？即个挑工安怎？找芳安怎？要来欺我的要来欺我所以伊接到即张批伊压力有够大的伊感觉讲这哪会好啦佫叫我着甲医好，这挑工的嘛，你就是要出兵来攻打我的国家嘛我若医无好，是毋是你着有一个真好的理由安怎？会使出兵来甲我拍着对所以你就是安找芳要来甲我欺嘛伊讲一句话讲我敢是互人活、互人死的上帝吗？所以咱咧读圣经的时阵爱注意一项，就是讲，即个以色列王是国王即个以色列即个国家是敬拜上帝啥物的国家伊是用宗教立国的国家是讲规国的人拢是安那信上帝的人即个王家己嘛讲安怎？讲上帝是会当安怎？互人死、互人活的上帝嘛？我毋是嘛，所以我就无知了意义嘛。所以伊头壳底知影啥物？知影上帝是安怎？会当互人死、互人活的啥物？的上帝但是拄着要甲乃曼将军医好即件代志你看即个以色列王甲即个鲁比的反应安怎？无共款无共款。所以咱会当对即个圣经的即个啥物？对即个圣经的即个作者的记载伊开始有用心嘛。伊互咱做一个对照组嘛，讲一个真卑微的女婢，查囡仔，互人掠去啥物？互人掠去异乡，伫遐做查干仔，伫遐服侍人。但是安怎？伊心内知影讲安怎？伫我的故乡有上帝，有先知我的主人若是会当去到我的故乡，找到先知，检查伊的病安怎，会当得到医好。但是即个以色列王这是上帝若在因讲，应该是上帝安那稳定，封伊做安那做国王伊应该对上帝应该是真亲近但是即个人需要医治的时阵伊的反应讲安怎？讲这挑工找芳安怎？要来安怎？要来害我所以咱看见讲，即个乃曼对以色列掠着即个无名的查某囡仔伫圣经内面来当互人名留伫圣经内面，拢真无简单但是即个查囡仔安怎？伊的名无记伫圣经的顶头伊无名。但是对即个故事，咱看见讲安怎？虽然伊默默无名但是安怎？伊真少讲伊是上帝选民的身份伊嘛尽心服侍安怎？异邦的即个将军夫人，相信安怎？有机会的时阵就来为主安做见证为主做见证那看见讲，因为即个查囡仔的关系所以乃曼将军得到一个啥物？得到一个医好的啥物？医好的即个机会所以讲，咱看圣经记载讲，即个以色列王受到即个批的时阵伊的反应是安怎？
甲衫安怎拆离，然后伫遐画讲，啊，即个阿兰王伊哪会当期待讲，我会当医好即个人，吼，伊明明就是安怎，要找芳安怎来甲我刁难啦，吼，要来甲我刁难。所以咱看见安怎，即个王伊的反应是真情绪性的，吼，情绪性的即个反应啊，吼。所以当先知知影即项代志的时阵啊，吼，先知嘛无欢喜，所以找人去甲讲安怎，讲你谁仔甲衫拆破，吼，你谁仔甲衫拆破，吼，即句话的意思就是讲，你哪只无信心，吼，你敢毋知影以色列地有先知吗？所以拄着遮尔大的挑战，你也无祈祷上帝，也无来找先知，你无采取任何即个方法，但是你安怎甲衫拆离开？所以先知安怎找人来甲讲吼，你是安怎吼甲衫拆离去？所以各位兄弟，咱若是较细腻吼，细心一点来读即个圣经的时阵啦吼，咱会当注意到讲，圣经的作者吼，伊咧写一段故事的时阵啦吼，有伊的观点，嘛有伊啥物，伊的评论吼。圣经的作者咧讲即段乃縵将军得到医治即个故事内面啦吼，有圣经作者的啥物的观点，甲伊的评论啦吼。那圣经作者将伊的观点甲评论啦吼，通过即个圣经的人物安怎，的对话安怎来表达出来吼。所以我拄则用真侪时间咧形容讲，即个以色列王安怎，伊所讲的话吼，伊讲的话是毋是自己打自己的嘴巴？伊讲我敢是互人死、互人活的上帝嘛？表示啥物？伊知影上帝安怎会当互人死、互人活，但是伊袂晓救上帝呢。吼，所以圣经的作者留即句话讲以色列王讲我敢是会当，我敢是上帝会当互人死、互人活，表示伊知影呢，但是安怎，伊却无法度安怎来为上帝安怎来做见证，吼，嘛无法度去甲上帝安怎求上帝来斗相共吼。所以这真亲像咱真侪一般的人吼，拄着惊着的代志，还是困难的代志，伊就会话讲 Oh my God， 但是伊话 Oh my God， 并无代表伊是安那，伊是信上帝吼。所以若是我咧读这段圣经吼，我感觉这个以色列王伊会受到即张批的反应，应该嘛是 Oh my God， 吼，表示安那，伊有话我的上帝，但是安那，但是伊无一定安怎，伊无一定安怎有信上帝吼。所以圣经的作者将即个以色列王吼，遮尔拙劣的表现吼，甲即个掠去外邦做女婢的即个以色列查某囡仔吼，甲伊做一个啥物？对一个对比吼，做一个对比吼，互咱读圣经的人，就是咱读圣经的人安怎有一个暗示咧提醒咱讲安怎有权有势，吼，坐官位的人吼，伊应该搁较会当安那发挥伊的影响力安怎来为上帝做见证但是即个故事互咱看到安怎，即个有权有坐官位的人吼，伊的顾虑伤过济，吼，伊惊失去安怎，惊去失去伊即满所拥有的，吼，所以无一定会当安怎，会当真勇敢公开来安那为主做见证所以圣经的作者通过即个以色列王的反应吼，伊要讲出即个观点，像是也要读圣经的信徒吼。甲恁挑战一个信用的一个功课如果你是一位安怎拥有丰富资源的基督徒吼，要甲你是一个坐官位、有权势、吼有丰富资源的基督徒，主嘛咧你挑战当你拄着类似即款的代志的时阵，吼，你会当安怎用你所拥有的，吼，你所有的即个资源安怎来为上帝做见证嘛？好，那第二项，圣经的作者要表达的一个，就是讲一个一无所有的人吼，伊安怎？伊敢若有上帝通靠，吼，所以就安那，只有信靠上帝吼，所以会当伫一无所有，四片帮四片饼无一片通挖的时阵只有上帝安怎会当信靠，所以伊真实安怎去经验着上帝安怎眷顾的即个啥物的即个权能吼。所以咱咧读诗篇的时阵有一篇诗文咱拢真意爱读就是诗篇20篇第70讲安怎，有人靠车，有人靠马，但是阮要讲到耶和华阮上帝的名，吼，这就是真实安怎，我靠上帝吼，我靠上帝。所以掠到异邦即个去做女婢的即个以色列查某囡仔，伊就是即款类型的信徒吼，有人靠车，有人靠马。
但是安怎，阮要讲着耶和华阮上帝的名吼。所以即个乃畚将军啊吼，因为即个查某囡仔安怎一句话啊吼，短短一句话讲，我的故乡有先知会当医好你的病啊吼。所以即个乃畚将军安怎得到即个啥物？得到即个机会啊吼。当然，即个圣经后壁段，互咱看着讲安怎？看着讲啊，伊来到即个以利亚先知的门口的时阵吼，伊想讲无嘛小扎一下骂者，吼，无目睭嘛小踢开看者安怎？但是啦，即个以利亚拢无见伊啊吼，反倒转安怎？找伊安怎？找伊转去啊，找伊转去啊，找伊去洗身躯就对吼。所以这乃畚将军啊，也非常的生气哈。我对我故乡吼，造遐尔济金银财宝，遐尔济礼物啊，要来敬你哈。但是你煞甲我安怎？煞请我啦，甲我去洗身躯就好哈。所以本来要原来就要转去啊哈。但是你看，要一个查甫的，嘛是无名的奴才啊吼，甲伊主人讲安怎？讲吼，啊咱就来啊，吼，啊嘛是干叫咱去洗身躯尔。也无啥物较困难的代志嘛，无咱就洗洗才来转嘛吼。所以安尼甲讲了吼，伊的心啊就较开啊吼，去洗吼。所以乃畚将军吼，通过即个真卑微的即个女婢，甲即个奴才安怎，伊才得到医好的即个机会吼，才得到医好的机会吼。所以各位兄弟，咱看见讲，即乃畚将军吼来到以色列地吼，伊的病得到医好吼，后壁一段圣经的经文真要紧的，讲伊的肉安怎？幅度甲安怎，亲像婴仔的啥物，婴仔的肉对无吼？我相信咱中间可能有一寡医生，也是讲有一寡了解这泰国病的人吼。你知影咱伫迄个新北市啊吼，迄个新庄遐有一个乐生疗养院嘛吼。阮细汉的时阵吼，拢捌去遐做福音的事工。我会记得我是少年团契的时阵去吼，讲要去遐唱歌带活动，我就缀人去吼。叫我去到遐的时阵，我家己去惊着，你知影吼？为啥物去惊着？因为无人甲我讲，迄边沾种的人吼，伊是安那？因为我看到大概就是讲，因为伊是早期带着泰国病的，所以伊就开始烂嘛吼。所以有的人即手无去，有的是骹无去，爱截肢啊吼，坐伫轮椅顶头。过来就是安那，伊的面安怎？会变形啊！那后来我较大汉了，我去读一寡册了，才知影讲，哎，原来麻风病吼，伊是一种神经性的病毒吼，互你肉开始烂，对倒开始烂，对你的末梢啊，譬如讲你对鼻啊才开始烂，吼，对你的手指头啊，对你的骹指头啊，对你的耳啊，就是你身躯的上末端的所在开始烂，吼，若烂了吼，烂去截肢就无去啊，敢有可能安怎？讲你麻风病医好啊吼，会当佫生肉出来。所以阮去乐生疗养院做工的时阵啊吼，看到遮伊已经袂传染啊，伊的病嘛是得到医好。但是安那，伊过去失落的即个鼻啊，失落的即个耳啊，吼，失落的手甲骹，袂当安怎，袂当好势。但是乃畚将军圣经讲伊安怎，讲伊的肉安怎，幅度亲像囡仔。吼，是毋是安那？表示安那，伊得着好嘛？那即个故事，甲咱新约圣经有一个故事啊，讲有10个泰国病的，吼，得着耶稣医好，只有其中一个人安那，转来甲耶稣安那讲感谢着无？耶稣最后甲伊讲一句话，讲啦，讲你得着啥物完全的医治啊？哦，这啥物意思？就是讲迄个狗的啊，吼，麻风病嘛是得着医好啊，袂共传染啦，肉嘛袂佫烂。但是只有迄个转来讲感恩，迄个啥得到完全的医治啊？啥物叫做完全？无鼻仔敢有完全？吼，咱若耳仔若烂去，无耳仔敢有完全？即个人安怎？烂去的鼻仔嘛有啊，失去的耳朵安怎嘛有啊？叫做得到完全的医治哈。所以乃畚将军即摆吼来到以色列地吼，毋是干那泰国病好去的。烂去的肉安怎嘛生出来呢？吼，讲若生出来亲像红个仔肉呐，遮尔水啊！吼，所以你看乃畚将军安怎偌欢喜啊！所以对于阿南地早来遮个礼物吼，要送互即个先知的时阵啊，吼，要送互伊啊，先知无爱甲伊收即个礼物吼。当然圣经内面无写讲啥先知无爱甲伊收即个礼物吼，若是我做一个信徒，我家己咧想，就是讲，其实上帝恩典吼，嘛袂当用钱安怎来买啊，吼，咱拢是完全上帝安怎，上帝疼，上帝恩典嘛吼，所以毋是会当用价钱安怎，用金钱安怎来计算。但是乃畚将军安怎，伊非常的感动，吼，真的无爱收即个金银财宝，伊讲安那，安尼我对以色列地安怎，车一寡土安怎，要转来阿南地，伊讲要伫遐安怎。
要起祭坛，对呾开始啊啦，敢要敬拜上帝，无要敬拜啊啦拜神啊。所以你看着讲，即个以色列地即个女婢啊吼，毋若通过伊一句话啊吼，见证上帝的权能，互即个乃畚将军啊得到医好啊，像是安怎？伊真正引带伊信主呢。乃畚将军家己讲的吼，讲当我即马拖一把土吼，以色列土会土倒来阿兰地，要起一座祭坛，我对呾开始啊，无要拜拜神啊吼，只有安怎拜耶和华上帝吼。所以各位兄弟，咱看见讲伫圣经内面啊吼，即个无留名的即个以色列的查某囡仔吼，伊所做的吼，甲伊所做的即个代志，伫上帝心目中，是毋是甲即个先知以利沙共款，是共款重要的嘛？吼，伊拢是上帝啥物共用的器皿，嘛是上帝啥物稳定的出口。吼，伊拢诚做上帝稳定的出口。吼，所以咱伫教会内面啊，吼，其实咱嘛有一群啥物，吼，一群点点咧做的信徒啊，吼，伊无一定有人知伊是啥物人，还是讲伊做无一定安怎，有人知影。吼，对过去甲即马吼，伫咱的教会内面，永远拢有一群啥物无名的人。我讲无名，就是讲伊做无一定有人知影，但是伊所做的拢诚做啥物，诚做上帝安那稳定的出口。通过伊的所做，咱真侪人安那得到伊的啥物，得到伊的帮助啦吼。所以讲，咱伫教会内面吼，我感觉无一定就是讲爱互人知影讲我是啥物人吼，我号即个名吼，这是阮阿讲号的吼，其实嘛毋是我家己愿意安尼。所以我家己拢会介绍我家己的时拢讲吼，你叫啥物名？讲我姓吴，你的名，我讲我的名叫做千万要记住。叫你千万都爱记，吼！但是我后边拢会加一句讲，你记得也好，最好把它给忘了，吼！所以对记住我没有无啥物重要，但是啊，会当记掉上帝的恩典哈，搁较安怎，搁较重要，吼，搁较重要。所以咱伫教会内面有真侪人是安那，他默默的在做，点点仔在做，服侍上帝教会，服侍兄弟姊妹，因拢是啥物？拢是上帝器皿，像是安那，因拢是上帝啥物稳定的出口啊！吼，咱有真侪兄弟是安尼，所以因伫上帝面前安怎？毋是讲因着爱占一个官位，伊才会当为上帝安那做代志，还是讲着爱讲吼足有温顺的、足有才调的吼，才会当安怎？才会当会当做啥物工课？吼，那在我家己来看，我做一个牧师来看，我感觉只要一粒愿意甲上帝安那同工的心嘛，吼，就有够个吼。我即摆较侪回吼，我拢会去回想讲吼，我家己阿嬷吼，我阿嬷毋捌字的，所以嘛无法度思会，吼，伊嘛无法度思会，吼。我阿嬷讲，若要伫教会遮真侪工课吼，要做吼，伊可能嘛无才调做。但是我咧看，我细汉开始看我阿嬷吼，伊做的遮个代志吼，我真感动吼。伊细汉的时阵吼，阮是大人无闲吼，阮阿嬷去参加聚会时拢带我去，所以我拢缀阮阿嬷四界去。阮阿嬷听道理，我就伫边仔困吼，等牧师讲了，阿嬷就讲会使起来，就甲我摇起来安尼吼。所以我缀阮阿嬷四界去吼。我阿嬷毋捌字吼，但是吼，我固定咧看我阿嬷的时阵吼，我真感动。我阿嬷吼，真认真参加参加聚会、家庭礼拜，吼，牧师就讲要参加啥物货，伊拢有去赴会。我讲会当甲牧师同工、中职同工，常常参加聚会、家庭礼拜，去到人兜甲人祝福，你就是做诚好的工。吼，你无一定爱做讲道的人，你无一定爱安那做市伨的人吼，市伨的人吼。我阿嬷一直到啥物时阵才袂当去做礼拜，因为伊较济岁了吼，伊怎较戆去，伊一边要行路去教会做礼拜时阵，搁活转来甲我妈妈讲，要去礼拜堂的路吼，哪有一堵壁吼，甲挡掉的吼，伊袂当去吼。我迄当阵我毋知影讲有老人痴呆即种物件，吼，失智吼，后来才知影，所以后来毋是阮家带的是吼，伊就无互伊去做礼拜，吼，过来就是讲阮阿嬷较退化了。去参加赴会吼，会互兄弟姊妹造成一点仔负担嘛吼，所以阮若无去的时阵，就无带阮阿嬷去吼。但是我一直回想我阿嬷的时阵，我看伊就是安那，伊就是祈祷吼，拄着破病的人吼，伊就替伊祈祷吼，毋茫讲伊的病安那会当得到医好吼，常常安那认真参加聚会吼，所以伊是一个毋捌字的阿婆吼。但是我感觉上帝嘛看伊安怎，看伊是好的器皿吼，因为伊会晓祈祷啊。伊捌咒伊啥物？真主上帝啊，吼！但是过来就是讲安那，伊常常安那，常常参加聚会嘛，吼！我会记细汉的时阵阮住伫新港，家己的新港吼，阮暑假拢爱赶转去新港，互阮阿嬷顾。即马
暗时就爱去新港教会参加聚会啊。阮是住伫新港国小后壁遮吼，爱行这龙回一条暗暗的路吼去教会吼。去的时阵还好啦吼，但是要转来时阵9点外拢足暗的，迄庄骹吼拢会迄狗仔会安那分狗咧，吹狗咧。分狗咧还是吹狗咧？吼，反正那狗啊，就是会叫迄声吼。阮咧细汉囡仔听着安那，就足惊的吼。拢甲阮阿嬷揪掉，讲我问阮阿嬷讲吼，阿嬷，遮尔啊暗拢无电火啊，啊你安尼对安尼教会安尼行转来吼，你逐工若有聚会时，你拢去聚会吗？伊讲是啊，我讲阿嬷你拢袂惊吗？伊讲啊住甲咱同在，哪有啥物好惊的？吼，所以一个人就是对庄脚的所在，行到街仔遐去新港教会做礼拜，吼啊然后参加暗时周间的聚会，然后佫一个人安怎对教会安尼行转来？迄看我阿嬷是安尼做，这嘛是一个真水的服侍啊吼。所以各位兄弟，服侍上帝无一定安怎爱出名。吼，嘛无一定讲爱外交啊，吼爱外交，只要你有一粒愿意甲上帝安怎同工的心嘛，吼，一个较无主动参与的心来为上帝安怎做见证啊，吼，你就是咧做水的工。咱的长老教会就过去就是有遮尔啊侪即款默默无名的信徒，因安那堆积成今日我们的教会吼，伫咱的中间伫做工啊吼，所以各位兄弟。当然，咱的教会啊，吼，拄则咱有听到啊，张长老咧讲，咱无偌久就要迎起140年，120年吼，120年啦吼。那这120年中间，就是咱真侪同工安怎伫遐安那伫参与，侪兄弟姊妹安那伫遐出来，有人无来聚会，伊敲电话去甲问讲啊。隔长老，你今仔哪会无来？吼，隔长老就讲吼，啊，拄啊感冒啦，惊甲恁话着吼，所以我今仔日伫咧厝安那灵修啊。我相信你即通电话敲去甲因兜吼，伊非常的感动，因为较早拢伊咧共关心，即马得到你的关心嘛吼，伊嘛会当得到真大啥物激励吼。所以敲电话敢着爱大学毕业吗？吼，敲电话敢着爱有博士学位，才会当敲电话去共人关心吗？吼，只要你肯，你就会当安那用敲电话安怎来关心，吼，来为主做见证。你嘛会对参加团契聚会开始，参加诗班、参加祈祷会、查经班，吼，主动敲电话关心别人，吼，啊有新来朋友，甲伊接待啊，吼，做招待，帮忙主教会遮个啥物点心膳食，当你会当做，你就做，也是讲邀请朋友安怎来做礼拜，只要看到教会有需要，无论大小，去做就对啊。好，去做就对吼，所以咱常常咧讲啊，上帝有真大的恩典啊，吼，要甲人分享上帝的恩典。那我要问恁讲，上帝的恩典怎么分享？好，咱的上帝有说不尽的恩典呐，好，讲袂尽的恩典，真丰富的恩典呐。好，咱要甲人安怎分享上帝的恩典？安尼上帝的恩典要哪分享？那我家己的体会就是吼，分享恩典。就是争取服侍人的机会，分享恩典就是争取服侍人的机会啊！你无服侍人，要安怎分享上帝的恩典？吼，安尼甲咱得到尔。所以要甲人分享上帝的恩典，你着爱争取啥物服侍人的机会啊！吼，那若是我家己咧体会，就是讲教会就是安那，上帝伫地上的啥物的家啊！吼，嘛是上帝互咱世界上好的礼物啊！吼，所以咱着爱要安怎展现？教会诚做上帝的家啊！吼，咱就是爱甲人分享啥物上帝的恩典，吼，上帝的恩典。那分享上帝的恩典，就是爱争取啥物服侍人的机会啊，也是爱起造一个安那争取服侍别人的团体啊！吼，团体啊！吼，所以各位兄弟，出名的人无济啦，吼，出名的人无济，咱多数的人拢是小人物，但是上帝看待小人物的服侍，甲大人物的服侍。拢平平安怎，看了真安那真重啊吼，所以咱着爱积极啊吼，而且有使命感来争取安怎服侍别人的机会，咱才会当甲人安怎做伙来分享上帝恩典，都亲像啊，即个以色列啊，即个无名的查某囡仔，互人掠去异邦，但是安怎，伊嘛是争取即个安那服务的机会，伊甲伊讲，伫我的故乡有先知，检查你的病会当得到医好。即马乃曼将军毋若病得到医好，佫伊安怎？烂去的肉
搁安怎，等到搁完全搁生出来嘛吼。所以今仔日来到水灵教会，甲咱各位兄弟做伙学习这段信仰的功课吼，我嘛在学习。你嘛在学习啊吼，所以咱爱会记伫的吼。上帝有讲袂尽的恩典，吼咱的一生就是要甲人分享上帝的恩典分享上帝的恩典，就是爱争取啥物服侍的机会。那愿上帝纪念咱，无论咱用啥物方式来服侍主，上帝拢看重咱的服侍，纪念咱。最近头大为过身吼，那。就咧讲一寡伊个代志，那一句话感动我的心嘛。讲头道话讲，伊40-50岁时阵，就甲伊个朋友讲一句话，讲吼，有一日咱拢爱去见主的面，但是安怎爱早礼面去见主的面啦吼。所以各位兄弟，吼你要早啥物物件去见主的面？咱做伙来祈祷。至圣的天父上帝。阮今仔日选读即段圣经的故事，虽然真浅白，但是内面有真要紧的信仰功课，教阮学习。所以，阮看见即个无名的查某囡仔，通过伊对上帝的信心，互即个大将军毋但病得到医好，同时也会看见即位权能的伟大的上帝。互伊的心愿意一生来信靠敬拜这位耶和华上帝。愿上帝你帮助阮，无看轻阮家己。如果阮若是有权有势、坐权位的人，阮拥有更多丰富资源的基督徒，阮更加爱通过阮的丰富、甲阮的资源来争取服侍人的机会。如果阮袂当伫社会顶头，是遮尔有丰富的资源，但是上帝你嘛无看轻，只要有一个愿意服侍你的心，为你做见证的心，服侍你圣会的心，主啊，你看重阮，共款平平要紧。愿主你帮助阮，伫寄卡的世间生活中间，努力为你做见证。有一日当头对面的时阵，阮通早美丽礼面来见你的面，看到你的时阵，主阮无见笑。愿主你帮助阮，也祝福阮属灵教会每一位兄弟姊妹，伫信仰的内面。享受上帝你享受的平安甲欢喜，安尼祈祷，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